前面係水圍夜市街，而家天都未黑，就咁多擺攤，感覺仲熱鬧過旺角女人街。燒烤檔啲油煙攻鼻過香水，到咗夜晚估計更加多人。再行前少少就係黃崗村美食街。講起黃崗同埋水圍嘅歷史，兩個原本都係漁村，後嚟慢慢發展，兩條街成為咗美食同夜生活集中地。水圍比較多街邊小食，相對市井啲；黃崗就多餐廳同酒吧。有個共同點係呢附近有唔少水療會所，好大原因係靠近福田口岸，好多港人上嚟就係水圍同黃崗嚟呢度行行企企食飯幾味，食到飽飽地就按摩放鬆下。順德公豬肚雞食過幾次還可以，尤其係冬天時候搞煲胡椒豬肚夠晒暖胃。前面係新發茶餐廳，間唔中都會去食。福田同羅湖開咗幾間分店，每次我去基本都係食燒臘，啲燒肉幾正。再行前少少係大有利茶餐廳，同新發都係主推粵菜，大有利偏茶點多啲，啲乜鬼燒賣、鳳爪、蝦餃之類嘅。對面馬路可以睇到黃崗大廈，算係呢附近嘅地標建築，樓頂好撚大個字寫住黃崗村，鬼死咁遠都睇得到。印象中10幾年前，黃崗水圍呢帶係各種水療會所嘅戰場，喺呢附近兜一兜，過往嘅歲月回憶冚唪唥翻晒嚟。行到過嚟黃崗大廈，隔離有金怡雅苑同皇后大道，皇后改咗名叫做東方園，金怡好似係疫情之後就冇開啦。仲有水都話水上年之類嘅老江湖，疫情基本都接埋啦。水景雲天仲開緊，不過好多年未去過，唔知而家點樣樣呢？人在廣東已經漂泊10年，有時亦懷念當初價格經典。諗翻起以前嘅黃金歲月，真係唏噓感慨那當初。正所謂江山如此多嬌，引無數師兄勁折腰。我哋其實冇必要一直緬懷過去，萬事都向前睇，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。今日要去嘅一間店就喺呢棟黃崗大廈，叫做永安水會，開業差唔多有1年，環境配套都幾新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这边的话是有做559项目的，将军礼啊，包含小费，有送3个大堂项目的啊。大堂的话只需要签小费就好了。大堂有提供餐单面、饮品、水果、饮料。来这边请。便衣贵宾1位。更衣櫃唔多啦，好在乾淨衛生，冇異味攻擊。沖涼房環境都算 OK， 偏酒店輕奢風格。呢間店比較特別，係有個戶外陽台仔，食支煙望住黃崗風景 ，feel 到幾分藝文清氣息。然後可以嗌服務員切碟生果，再煮碗餐蛋麵，一邊食一邊吹吹風。呢種體驗喺其他會所就好難揾到啦。記得剛開業嘅時候，點餐蛋麵就要另外收費，當時有唔少師兄散孤寒，後面就改為免費提供。咁當然，如果唔中意餐蛋麵，自己點個外賣喺呢度食都可以。大堂唔大，總共20零個位。然後呢間店仲有 KTV， 一共3間，不過都比較細細地。可能黃崗大廈鋪租貴啩，所以啲乜鬼沖涼房啊、大堂、K 房都唔大。然後叫部長安排個師傅做個按摩套餐體驗一下。
咁老實講啦，擒得就唔算話特別專業嗰類型，我感覺佢師從薛定諤，力度處於大細疊加嘅糾纏狀態，有時力度太大，擒到我差啲叫出聲；有時又太輕，好似怕整親我咁。最搞笑係呢，佢成日都問力度啱唔啱，我答完之後，佢又好似 feel 唔到，繼續撳自己嗰套。不過勝在夠熱情，由頭講到尾冇冷場。平心而論，態度都算過得去。傾咗好耐，福田呢附近有咩好食好玩？但係有啲唔明，客服宣傳話1個鐘係70分鐘，咁其實就60分鐘嘅啫。然後計計埋埋攞精油洗手，實際50分鐘出頭咯，同其他店其實差唔多。整體嚟講，永安水匯嘅環境確實唔錯。舊年新開，裝修閃靈靈，雖然長細細間，但五臟俱全。特別係個戶外陽台真係加分。然後有啲按摩房間大窗口，一邊按摩一邊鳥瞰皇崗城市街景，別有一番風味。尤其對於一啲比較有閱歷嘅師兄，望住皇崗水圍呢一帶，回憶起10幾年嚟會所起起落落，我諗每個人可能都有唔同感受啩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，下次再帶大家探索深圳其他好玩嘅地方。各位師兄，如果有咩好介紹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